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极家，台语安尼写极家，华语的最多、顶多，台语讲极家。伊勇敢那牛哩，见摆若干着，极家一工就搁世界拍拍走。甲人客算唔着钱这条我来担，极家就是风口一工的薪水。伊较小细汉的若做唔着，极家就是甲念几句啊，大汉的都无讲咯，话要累死。极家就是咱常常咧讲的家家、上家、上济。我袂使记在你互欺负，我要来去找伊输赢。极家一命配一命，也就是家家一命配一命，上济一命配一命。啊，极家的反义词，甲极家对反的意思就是上无、起码、至少。伊是你的顶司，上无你嘛爱甲讲一声，表示尊重。咱今仔日食这顿，起码爱1万块。啊，我至少也会记得伊的名，无像你完全共放袂记哩咯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极家实在真趣味。